啊，这是咱敬拜上帝，是出对咱的内心，出对咱对心灵甲主的回应。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已经是咱台语唔知要怎讲，但是咱知影讲叫做小年夜小年夜就是今仔日已经是过正前2日啦所以嘛是已经咧过正了，因咱已经连续假了啦所以咱先甲隔壁祝一个早年讲迄个新春恭喜，耶稣听你来。感谢主。今仔日个礼拜咱只有一场看到一个足趣味的情况，因咱小朋友主日学音乐老师有的休假，有的同学外出了所以干脆就暂停了。所以今天有国中、国小的小朋友在这里摇手一下，来，小朋友摇手一下。刚好小朋友拍抱起来，来，刚好小朋友拍抱起来都是小朋友所以今日有小朋友跟咱做伙敬拜上帝啦感谢主。我们一年有几次的联合礼拜我们都在学习来适应不同的语言，对不对讲台语的说华语的安尼其实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因为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多语言的社会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说哪一个语言才是最主要的、最唯一的，我们要学习去接纳或是融合不同的语言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说华语的弟兄姐妹，嘛有讲台语的可能国语听无啥有安尼，毋过看文字嘛加减知影安尼。咱住伫南台湾会晓台语应该是加分啦。有人讲我袂晓台语安尼活足快乐的，应该是会晓台语加足好做生意啦、交陪啦、交朋友嘛，加足进步所以多语言成为我们现代社会一个必修的课程。咱现今的副总统萧美琴她是一个就是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是美国人伊咧分享的时候，伊讲他小时候就是在台南神学院长大的，刚好牧师那个时候也是神学生看到这囡仔伫外口走来走去安尼无想讲今仔日做副总统伊就咧讲伊讲伊伫厝里拢无违和感因为阿嬷敢若会晓讲台语所以甲阿嬷讲话就自然台语就走出来甲妈妈就讲英语去学校讲华语安尼所以伫因兜伊3种语言转来转去，囡仔人无感觉我是咧讲华语咧讲什么语，反正我意思表达得出来就好。我嘛期待啦我们富强教会难得有时候会有一个联合礼拜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富强教会是这样子是大家在听牧师讲道唔知影牧师是讲台语讲国语，就听落去就对啦咱分2场礼拜，也不是因为说我只听得懂国语，说我来听国语礼拜我敢若晓听台语，我敢若参加台语才听有安尼，以后可能会变做讲就时间的问题佮人数的问题咱分做2场啦分做2场，只是大家场次不一样而已，不是因为语言的阻隔，那就是我们一个，特别是今天要思考这个主题。像健康教会本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跟里程碑愿神赐福大家。今天应该还有很多从外地北部回来的我们教会的应该是富强桥啦嘛是富强出身的兄弟姊妹，欢迎咱大家做伙同心伫遮敬拜。顶礼拜咱举行好会所以咱有用这个主题叫做健康教会本质，当做一个宣告咱顶礼拜因为好会聚会，咱无法通讲伤完整，所以今仔日我要通过同款的主题经节，甲咱做伙过来学习。咱要分享进前，咱搁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阮三甲组织伫你的圣殿，是因为阮有同款的信仰，有同款的领受，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但阮无同款的背景。无同款的教育，也无同款，可能
所徛的所在也无相，总是阮要做伙思考伫主的内面，做伫教会三甲成长，三甲领受救恩，也三甲做宣教，要成做一个大家庭。这要紧的功课，愿你互阮对这有美好的领受。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重新思考健康教会本质。咱顶礼拜是做一个较整体性的原则上的宣告。但牧师要透过咱的周报咱周报因为咱甲一场啦定，所以咱第二场礼拜迄个空格啦，迄个程序空格，我有印出咱教会使命宣言咱讲富强50，向神奔驰。咱嘛是要搁一遍，甲咱的兄弟搁一遍强调，咱教会50几年有5大目标，就是咱叫做咱的教会使命宣言5项。这5项要透过这礼拜，搁咱3月初牧师主理的时阵，搁来甲咱完整做一遍的思考伫这思考中间，咱经在小等的会搁做复习啦。我们要一起思考说，这个健康教会的本质有5项，就像我们50喜年有一个5大方向跟目标。当然你可以立很多足水的迄个标语啦，但是我们觉得说，富强教会在台湾，在台南这个地方，这5大目标是我们极力去追求、极力去成长、极力去完成的，因为这样。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健康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基石，所以我们才说健康教会的本质。那这5大目标，牧师要分2个阶段，今天要分享3个。第一个，我们再次重新复习说，我们富强教会树立在东区，树立在以前的富强路，现在的富强社区。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一个最主要的中心思想是，咱富强教会是一个上帝永生上帝的家，确认这是爱成做真理的调教，这个是成做咱一个成立的宗旨。那这个无，咱富强教会无论是外头这偌济人偌尔澎湃，拢无法度人去证明。这个是属于上帝，所以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真理的调教，也就是咱五大迄个使命宣言的第一项。当然，兄弟姊妹，咱知影教会身份是上帝的家。咱真侪兄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做祷告的时候讲上帝啊，我们是奉你的名来设立的富强教会。奉主的名，意思讲毋是物人安尼伊有一个构想，讲想要设一个社区的活动中心，我就把它设下来了做很多的活动，很多人喜欢来，都不是，是因为这个教会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家。既然是上帝的家，不是照人的想法安尼像拼拼凑凑拼贴而来，而是。上帝的家要按照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宣告、上帝圣经的教导来建造，它不是人的组织。这意思不是咧讲咱这人都无算，不是啦，不是用人家己一些想法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团体，而是根据上帝的家这个真理来做这样的确认，特别是。我们现在台湾或是全世界整个价值观或是整个思想，非常的澎湃的时候，价值混乱、真理相对化的世代呢，我们很多人是想说，你的教会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确信，那个站得住的地方。如果说教会为了迎合所有人的需要，我还算不了比保险公司较无用啦。保险公司，大家拢有咧卖，对不对？有人讲保险公司干那讲无咧卖，就是无咧卖棺茶安尼尔。那换句话说，你保险公司就是应付所有的人的需求，从老到少，男女，还有各样的不同的背景的人，
但是教会呢，你说什么都卖，卖到最后什么都不是，就不像教会了。教会是一个站在上帝真理的地方，因为这个真理我们确信它是从开始到现在是人类生命的根基。你再怎么变化，除非你不是人了，不要再做人了，或是不再有人性上面的需求，变超人或是完全行尸走肉，不再有人的需求。要不然，上帝的真理是因为神看见人的需要，圣经就是上帝所创造，根据人的需要，他把话语传给我们，好像一本人生的生命手册。那我们要按照怎么走？你不按照这一本生命手册，或是我们现在很简单说，你买了一件非常复杂的机器，你不要按照那个使用手册你自己乱装拼装随便乱使用，或是插上不同的电源的电，或是不同的油，哇，那不得了。所以教会供起来非常丰盛，但是它的单一重点是，我们能不能让世人看到这个真理站得住的地方？这是保罗所提醒提摩太的。保罗提醒提摩太咱伫拄啊永生上帝家有一则经节是对保罗来甲这个提摩太讲的话啦讲是永生上帝家是真理的调酒甲根基。咱整个伫教会咧服侍、咧努力咧起做，你若想讲，我做的这个代志到底有意义也无，有价值也无？这个活动是去要讨好人很热闹、很欢乐到时候什么都没啦。还是讲我做的这个代志，教会做的这个事工，会真正有卡伫甲迄个结连，就是影响上帝家所要爱，是真理的调酒会当发展出来，而且是一个根基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要讲教会的主权甲根基方向是来对上帝，意思是人可能会当用真侪创意来，这个上帝的主权甲根基较发展，但是唔是用人的做法、人的想法来代替咱的上帝。所以请会记得，既然是上帝家有一个足重要的观念，要甲咱兄弟姊妹三甲思考探讨。咱会记得顶礼拜咱开好会对无贾牧师甲我讲，咱教会袂歹哦。咱教会虽然那个会员和会出席的人数不是想象中那全员出席啦有些人因为有事情外出，有些可能是慕道友或是会籍不在我们这边，他就客气没来参加。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会员一旦点完名无人提早离开呢。拢留落来，表示讲他很认同这个教会。在听报告，虽然有时候很冗长，或是觉得这个报告我都了解了，都懂了，但是你还是很认真在听。那表示什么呢？我们把它看成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大大小小因的需要，我嘛足关心。唔是讲这领导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台湾话足趣味讲领导的代志，意思是什么？跟我家无关呐。但是富强教会是一个上帝的家，是我们的家是咱家的代志，不是恁家的代志所以意思是，咱大家三甲有份参与伫遮。所以基督徒上重要一个观念就是，你不是消费者。伫这间教会中间，你不是去保卫公司，你是伫这间教会委身参与、认同有份。咱遮一个家庭，若是一个人伫遐大概代志拢无爱做，敢若换来张口，咱会感觉即个囡仔咱一句台湾话啦，咱较早拢讲一句话咧讲，咧批评话讲个食骹中央的有无？食骹中央什么意思？敢若要食唔做啦。换句话说，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仍然以来富强是一个消费者的观念，你会觉得这间教会跟你的关系就很粗浅，因为你对他的昌盛、衰弱、事工，你
没有印象，或是不在意，因为我是食卡中央的啊，食无我就食北京啊，食北卡啊，这卡唔食我食北卡。好，咱台湾话嘛，佫一句话讲吼，食过区啦，食过区，这区食了，佫食迄区。你纯粹是一个消费者。今天南纺真好消费，我来遮消费。后摆佫去一间比咱两较大的南纺，我就没落啊，我要来北京啊。基督徒不是这种心态，你是家人，因为家人，所以你有责任，你委身，你认同他的兴盛就是你的荣耀，他的软弱衰退是你的负担，你愿意投入在里面。因为一个教会的兴衰，不是看长老、牧师几个人的努力，而是因为我参与在里面，这个家庭就兴盛了。这个家，上帝的家也同样兴盛。所以，以弗所书2章19节我用台语来读就好。伊讲，所以恁外邦人已经唔是出外人，唔是侨民，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家来的人。换句话说，无论是外邦的，无论是外地的，无论是初来乍到的，或是已经这边定根许久的，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家内的人。国语的圣经说，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你是上帝一家人。今天我们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既然教会是上帝的家，那我们每一个成员不能说你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都按照你的意思，是大家同心在寻求上帝的家应该有的样子。这个样子就是教会的责任。我们必须要拖住见证真理。我们说是柱石挑就，柱石不是创造哦，我加一个新的，不是。迄个调教不是创造真理，是把真理牵条的就对了，把绑好安安尼。咱嘛是听啦，看到新闻拢在报讲，哇，某物所在豆腐渣工程啦，去，怎伤重咧灌石落布的时阵，规拢落落来，因为迄铁筋绑无安呢。互相教会要成为一个拖住上帝真理的教会，特别是很多错谬的当中，你是以圣经为根据的，而不是人云亦云。大家讲这样新的思想、新的思考，融合人的那个需求你就把圣经曲解掉了。甚至我们有时候要用在爱中来说诚实话，因为教会在运作过程当中，难免有人的私欲，或是人的软弱，或是人的思考。有时候我们在1月初的时候，长老就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宣告，就是讲，长老、牧师是小会员，是咧维护教会的真理呢。意思讲教会真理爱才会同工努力去维持，唔通安尼互伊偏差去迄错误的教士拢走入来，你佫想讲这真新鲜哦，真趣味哦。你要爱心说诚说，要指正，要坚守，要维护，要让上帝的话在当中发光，而不是用人的话。弟兄姐妹，教会的呼召是什么？是活出真理相称的生命。你讲大家人拢就跟我讲，讲头头是道，什么真理都难不倒他，但是没有生命的见证，那等于是一个贴在墙壁的海报而已啦。所以教会要活出真理，不是大家跟我讲现在我们所有的那个媒体非常的发达啦，图卡啦影像啦宣导很快啦，但是记得到最后还是回到它的本质，就是你的生命是相称的。你有活出这个真理吗？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你的言行举止，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见证你所说的真理。要是你的所作所为行为跟真理10万8千里，你讲来阮教会真好讲若看到你我就唔好安尼真的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讽刺，对不对？所以真理不只是被讲述的，
是要被活出来的，因为生命就是最有力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主题，上帝永生上帝的家，我们一起来努力说，让我们重新委身在上帝的话，使富强教会成为一个站立稳固、照亮世代的真理之家。咱问讲，大家想到富强教会，可能会讲真侪项，好歹不管啦。但是讲，这间教会对圣经真理真坚持呢，足用心的、足努力的，会友拢足照起工的呢。那我们就觉得，我们站稳在真理的柱石上面。第二，是咱五大宣言中的第二个，成为活出爱的健康教会。活出爱，刚刚有提到啊，当咱把生命挖出来的时候，互人认捌真理。你我大家的见证，要真做富强教会是间健康的教会，是间疼的教会，爱互人看见疼，这疼看有到，安尼才有意思。弟兄姐妹，人不一定记得我们说过什么道，但一定记得在教会中是我被爱过。耶稣说，彼此相爱是门徒最明确的标志。这个也是我们在举行那个幸福小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跟观念。咱讲招人一个青疏人，一个慕道友来教会，还是讲来幸福小组，哇！你对头到尾讲一大篇道理不是说他听不懂，他突然间觉得，这观念我突然间怎么吸收啊？他最正确、最明白、最感应、最敏锐的就是你这一个团体有没有爱？我受不受欢迎？我受不受尊重？我受不受尊荣？那这样的话，你要讲道理才讲得出来所以这句话，让咱一个清楚了解讲，当你伫教会，互人听到，互人关心到，互人帮赞过，你会感觉讲这间教会，真理有效我嘛要来听看嘛咧，我嘛来学看嘛咧。但是你口口声声都是真理，都是道理，但是讲话，你的口气、你的态度，让人觉得说，你高高在上，你足骄傲的，你看悬无看低，你连我伫遮拢无甲注意，哇，无甲你咧讲，因为相爱、被爱过，对这个团体才会认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来读国语的华语，他说。耶稣说：“我给你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彼此相爱，要见证认识耶稣的学生咱讲道理免讲伤多啦，三条不是遐简单的，对吧？有时候要委屈自己的，要看无家己呢，要谦让呢。那当有爱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上帝门徒的标志，所以你记为，爱是主给教会的命令，不是选项。因为我一条新命令给你们，意思讲，这也好，那也好，你要做这无？这若无做这好唔好？唔是，耶稣讲命令，命令就是讲，你唔做，除非讲我无爱做耶稣的学生啦。你要做学生，讲是，主你爱我做，我就要认真甲做甲到。6分做到7分，7分来8分、9分安尼。所以彼此相听是新命令啦，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所以爱，请记得，它是一个顺服的行动，是耶稣教我们这样做。我要顺服，爱遵守，爱认真甲做到。我做袂到，我安尼安尼，我个性足硬斗的做袂落咧，我嘛爱认真搁甲做一下，压互弯啦，压互翘啦，压互软啦。不是说我做袂到，我做袂落，我不爱做，而是说主耶稣命令你，除非你对主耶稣的命令一切不顾，不要，你不想。所以爱是顺服的行动，不是凭感觉有感觉才做没感觉就算了，这是第一个命令。第二个，教会有爱是健康教会的温度计。前教会会足烧热、足温度、足有温度。这个教会就会显出上帝的疼。若无冷冰冰，大家面拢安尼黏珠珠，无笑容。
有时候我感觉到吼，咱拄好拄着这个年节啊，吼，年节啊，啊，都有的人出外，有的人去探亲，有的人去回娘家，回娘家或是回故乡，啊，有的外出旅游，啊，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什么事都没有，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带厝内摒扫较重要啊，过正要到啊，吼，啊是赶紧哦，菜市啊，足无用，我赶紧来采讲一下。想讲，哎呀，无来教会哦，足无彩，无来感觉介像欠啥货啊，所以无论安怎，无论外无用，先来教会才讲啦。那个气氛就是让你觉得说，教会是一个家，教会是个温度计。看到某物兄弟、某物姊妹，感觉讲哇，我一礼拜吼，那种感觉足好的啦吼，那个感情，或是觉得那个有一个安顿，觉得说啊，一个礼拜大家见面一次，啊，打个招呼。彼此关怀一下，觉得哇，心中满意，那这个教会就有温度了。那你就说啊，不得不来，哎呦，就变强的呢，就变强的，你会觉得这个教会有温度吗？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做完礼拜，大家东西南北我哋就做一走啊啦，啊唔捌咧打招呼啊，因为这间教会安尼有温暖嘛，足奇怪的。温度计，所以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讲。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啦，但是请记得哦，有真理没有爱，会变成很冷硬啊，用硬邦邦啊，冷叽叽。但是有爱没有真理啊，黑白冷黑白照，无风用。所以两个是真理跟爱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我们期待爱是最有力的福音见证。所以教会人讲要互伊健康。教会要互伊成长，教会让他兴盛。若讲无撇步啦，三听做第一，用听来见证真理。所以世人因为爱认出我们属于基督，那教会成为受伤者的避风港，在这边会被医治了，会被安慰了。所以咱圣经常常一句话，咱拢会晓用出来引用讲喜乐的人共喜乐，对无吼？甲伤心的人共做伙伤心，意思讲我们陪伴着他。有一个小故事来咧讲吼，有一个阿公啊，阿公啊，因为伊的太太年老啊，都过世了。他们两个感情很好啊，所以这阿公足伤心的啦，足伤心的。因住伫隔壁厝边一个查甫囡仔，咧，甲即个阿公就真熟，就走来阿公的即个身躯边安尼，拍伫伊的迄个骹头乌啦安尼啦，安静甲陪伫伊的身躯边安尼。过一阵即个老阿公就甲即个囡仔送过隔壁伊的厝啦特别甲即个查甫囡仔的妈妈说多谢，讲哎呀，恁即个囡仔真乖真好呢，多谢恁。你的囡仔甲我安慰了真济安尼，我甲即个妈妈感谢呢。这老母想讲奇怪这囡仔都也毋捌世事，哪会甲我讲甲即个阿公安慰真济呢？这个老母就甲囡仔问啦，问讲你刚刚是怎么安慰阿公的？我都不会呢，你怎么那么厉害？查甫囡仔就应答讲，我什么也没做啦，我什么没做，我只是陪伴在他旁边啦。他哭我陪他哭啦，然后他流眼泪，我帮他擦眼泪而已啦。好，这是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什么意思？教会不是讲偌侪真理人才听的，就是因为跟爱上的人同爱上，甲伊陪伴，让他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你不孤单。有人讲一句话讲，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快乐，分享快乐分享会加倍，但是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痛苦，痛苦一分担就会减半。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会举办这个哀伤陪伴？目的也不是说我们讲的你一听就会了，不是，是因为陪伴，是因为分担，然后整个生命的力量就回来了。所以我们教会最大的一个特质是，你有关心到身边弟兄姐妹，不论是小组、团契弟兄姐妹，
有人遇到苦难、遇到挫折，你会为他祷告，你会安慰陪伴。所以我们的代祷团队也是同样这个意思。许多人有讲不出来的忧伤、忧闷，也不方便讲，写下来了。但是有一群代祷的勇士在代祷室为他祷告，神的安慰跟扶持就来到了。所以第二个，求主帮助我们互相教会，成为一个让人走进来就感受到基督之爱的健康教会。一进来，他如果转身就走，我们要检讨说，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地方没做好？我们教会今年在庆祝50周年，对不对？我们推动很多研习会，我们当然很认真的去邀请很棒的讲师来，但是我们的同工就一直强调说，这讲完要讲啥，咱也无事先知啊。但是一个互人看到就知影讲，我来参加很有意义，就是整个弟兄姐妹同工的接待。迄个接待互人讲，哎呀，我足宾至如归呢，感觉讲人遐尼重视我吼，甲我引导座位啊，帮我送一些资料讲义啊，要离开的时候啊，佮甲我赏啊，足亲切，笑容满面。你会发现说，他们感受到，他除了听了很多讲演解说以外，他印象最深刻，可能是因为你第一面接触他，邀请他，欢迎他。所以咱教会这李斌师长足厉害呢，迄人入来拢行礼行90度咧，欢迎光临啊咧。这个是好像是一个仪式，一个程序。但请记得，让人家感受到基督的爱，都是健康教会的根本。第三个，我要跳到第5点。我们第5点就是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教会成为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就是要把信仰传承下去。这3点，这是今天的第3点。弟兄姐妹，咱拢知影，教会如果只顾现在，就会凋零；教会如果看见下一代，就会看见未来。上帝的心意是信仰，是代代相传的。所以我们用很多努力啦，咱看去去年咱咧选中级无，咱有讲不管如何，我们这一代多优秀多厉害，我们要给年轻人一个平台，一个立足点。所以我们说40岁以下至少要有，每一次选举都要有40岁以下的人。不是说快到40岁就是一切都好，没有不好，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给年轻人机会，我们就看不见未来。所以呢，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是信仰要代代相传的。讲这个，特别在这个时机点，非常非常重要。一来是我们50周年，咱50年，50年个过，咱家有50年前就开始伫遮的啦。有人咧讲，牧师，咱敢毋来办一个甲教会平会这样兄弟，小甲表扬一下。就讲伫1976年出世的这样兄弟即马已经拢做妈妈做阿公这个爸爸50年对不？但这个只是年代的计算而已啦。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代跟一代越兴盛越传承。那这是50周年，但是同样也是，我们知道现在台湾你表面上看起哇，台湾迄整个产业安尼热扑扑甲美国的关税谈判嘛，讲了安尼袂歹，成果袂歹。台湾有足侪什么护国神山世界第一的产业啦，看起来好像心安尼扑扑真欢喜。但是其实我们是要看见说，在这些繁荣的表面之下，人的需求是什么？人的身心安定的地方在哪里？特别是我们讲，迄只船要有趴定，一个锚那个锚如果没有固定，这个世界翻转的海是会把你淹没的呢。你有一个很坚固的一个锚，把它牢住了、固定了。那教会要给年轻人什么？这是我们很大的课题，而且非常的严肃。前不久
那台湾我们基督教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就是由基督教协进会成立的，他们举办了一个叫做关键面对的讨论会。这是那呢基督教协进会邀请了10多个台湾目前在针对青少年，或是说特别是青少年曙光的这些领导者一起来开会，有100几个底下作为开会主会就对了吼。来讨论一个主题啦，就是讲过去从疫情到现在，我们的协进会就是整个台湾的教会的一个服务机构，它开始做很多的统计说教会的教室变化，会友多少，人减加，奉献多少，教会增加减少，检查了到底是实际的数据哦。这个关键面对讨论到一个非常尖锐而且是急迫的主题，这个主题叫什么呢？有13个儿少事工的领袖来带来一个数据的观察。他说，经过实际普查数据显示，台湾教会儿童人数在疫情后怎么样？剧烈下滑。青少年进入国高中后，人数直接砍半。那会记得咱顶礼拜，那呢瑞平牧师不是在报告青少年牧区吗？他提到一句就在讲这个讲说，突然间少年囡仔怎么没去不知走去倒啦？到底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就减半。无论是大教会或是小教会，城市的教会，乡村更不用讲。他说直接砍半，到底消失去哪里？对了，少子化是一定的嘛，对不对？但是也不能说少到全部都是不见了这是这关键面对他们这个论坛才1、2个礼拜前举行的他们是累积了很多数据，应该在今年当中我要做更多的研讨，到底青少年需要什么？为什么他们离教会而去？把来教会看作是一个古老的行动，已经不吸引他了。那问题是教会错了还是小孩错了？我们一定要去找问题出来对不对？因为那个数据显示说，儿少正在离开教会。目前台湾有1/4的教会没有儿童主日学这是数据不是黑白有的有1/4的教会都无囡仔，若无是无老师。像北部无要带囡仔来他实际调查说，疫情期间1/4的教会已经没有儿童主日学，而且更严峻的说，无组织到这就是看人减少无问题是安怎？但是更严重是什么？叫做年龄断层啦。即使儿童来主日学，到国中讲我唔甲你去到国中以后，每个年龄层从11000多直接降到5000多，那就看到说糟糕，教会如果不赶快找出原因、找出理由，就像一个公司在做生意，较早生意拢真好呢，人客拢足多，突然间讲，人无人来生意拢无人做袂起来，物件拢无人要买。较早这个物件是大家烧抢呢，这无人要食，到底是你做的无好食，还是你煮的无好食，还是人已经口味改变了？那就是我们教会面对50几年之后一个重大的重点，怎么样把门徒培育一代一代传下去？有一个小故事这样讲，他说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国中1年级的女儿去小儿科看诊。这小儿科看诊的时候，囡仔拢无讲，拢妈妈在讲。妈妈甲医生咧抱怨讲：“哎呀，阮查某囝不懂事啦，不听话啦。阮囡仔你敢知影？今仔日佫讲伊腹肚痛啦，无爱去读册啦。对开到现在逐工拢安尼呢，食药也无路用啦，请假遐济啦，准备要互退学去啦。医生你感觉应该安怎做才好？讲要看医生安怎甲医就对。”在这诊间外面，这个妈妈太着急了，讲话很大声，大家都听到了。大家心里明白说：“哎呀，连外口的人拢替伊诊断，你敢知？不是医生诊断的。伊讲这个囡仔大概不是真正腹肚痛，
应该是这个囡仔人际关系有问题了，对学习没有动力了，甚至可能是手机成瘾了。所以他对学校这个环境他格格不入，根本就不想去。啊，你妈妈一直说我有病，我就是没办法啊，去那边听不下去啊，所以变成他的心理影响到了生理。但是妈妈眼中一直认为说，女儿的问题医生可以帮我解决，但是大家一个结论说，其实最重要要改变的不是孩子，是妈妈。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变了，你按照旧的方法要求小孩，小孩就根本跟不上来。他说用这个小故事来显示什么呢？台湾今天很多小朋友、很多儿童、青少年不想来教会，其实不是你教导的不好，不是你唱的诗歌不好听，而是今天的小孩他在内心深处缺了什么。而且咱青少年时光用这个小故事来做一个回应甲见证就对了。所以兄弟姊妹，有人甲称呼讲今天咱的青少年就是 Z 世代跟 Alpha 世代，他们是半熟的大人，他们是平板原生代，平板原生代。他找答案不要问你哦，不要问老师哦，平板里面讲的比你讲的更好。所以他没有所谓的权威了，他不会相信权威，因为我手机里面、我平板里面才是权威，因为他答案都找得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思考世代的传承呢，问题不在孩子爱不爱主，喜不喜欢来教会，而是在教会跟家庭是我愿意成为新世代的叫做属灵父亲呢。父亲都不是安尼关安打开严父那种，是陪伴的。所以他们在做一个结论说，不是给答案的权威，跟孩子讲，你就教你就对。无理句话，无要听啊！零用钱卖给你，不是这个意思啦。你要找出了陪伴他们找答案的同行者，意思说陪伴他。今天教会也不能再像我是真理的代言人，小朋友都只听我的，他们大概没有办法相信，或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有没有办法陪伴他们成长？所以最后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努力分享说，门徒培育训练是主亲自交代的使命，不只是带人信主，而是要教导遵行，让生命来影响生命。所以意思说，我们不能用传统照本宣科，我讲什么你不能有第二句话，不能挑战，不能询问，不再是我们那个时代，老师说一我就一。做笔记，你写的答案要跟老师讲的一样，不再是那个时代了。第二个，刚刚我们可以用一个经文来印证，就是我们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这个涂颜色的说，耶稣说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是大使命给我们的一个清楚的指令。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互相教50几年重中之重的使命，是让新的慕道友或是年轻人教导他们成为神的门徒，教导他们遵守这个真理。刚刚我们读了第二段经文，提摩太后书2章2节，他说：“你在许多证人面前领受我的教导，你也应该交付给你所信任能够教导别人的。”那就是世代传承啊。保罗教导给提摩太，然后他交给提摩太说：“你领受了就完成了吗？”不是，他说你也要交付给你所信任能够教导别人的。主日学老师一代过一代，我们的长职一代过一代，我们的团契领袖、我们的小组长都是一代过一代。你要找到交付给你所信任，而且能够教导别人，意思这个真理是一贯的，而不是谁讲就是偏差的。第二个，属灵传承需要刻意经营了。这个属灵的传承要刻意，不是投入时间、关系跟胆量，不只是课程，而是分享跟陪伴。因为我们知道咱现在有足多迄个
认知心理学的专家或是研习的专家，他认为说听讲课是最差的，因为领受最少，一定是分享，一定是对话，一定是讨论，甚至是辩论，因为这样你才会成为你自己的。要不然老师讲完了，你嘛袂记啊，你抄你笔记簿啊，无搁看，就无记啊。所以，我们怎么样陪伴我们年轻一辈一个信仰的传承，一代传一代，要有榜样。我们期待我们这一群领袖，你的榜样不只是你尽你的责任、尽你的本分，而是因为你要成为下一代的榜样。你不是只教他听一听，而是你愿意陪伴他。那这里兄弟姊妹，咱同工带领门徒不是那么简单呢，讲完课就结束了呢。有的是陪伴他，有的是一对一分享陪伴他成长，陪伴他能够成就。第三个是每一代都有承接使命的责任，每一代都有。今天的门徒就是明天的工人，是服侍者，教会因此就持续被更新。弟兄姐妹，今天咱联合礼拜我们礼拜二还有一堂，所以等于我们把上2堂拆开成今天跟礼拜二了期待大家礼拜二如果没有外出，春节大家再回到上帝的家，一起来过春节，大家彼此祝福新春我们期待这些使命宣言不是一个挂在墙上的标语，我们愿富强教会成为一间不断兴起门徒、使命代代延续的教会，这是我们心中的期盼。弟兄姐妹，50喜年热闹可能一下子就过了，但期待我们的50喜年，大家把一个重要的使命放在心中。50年是为了要让未来的50年更加永续的。一个出名的作家写一本书，叫做《从 A 到 A Plus》。用从 A 到 A Plus， 意思说一个产业它是用产业的角度讲的，要更升级。期待我们教会是一个升级的教会，是一个代代门徒延续的教会。愿上帝赐福大家在春节的时候一起思考这个很重要的课题，也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上帝爱的家。大家喜欢来这里，喜欢待在这里，喜欢在这边互动，喜欢在这边研习真理，喜欢在这边享受爱。愿神跟我们同在。我们要一起唱一首诗歌来回应这首诗歌。咱真惜我们唱台语的啦